長期 M 痛嚟到經期嘅時候，又要食止痛藥，仲要經常性請假。你身邊有冇呢啲同事或者閨蜜啊？好多女仔聽到宮寒，覺得90%都係天生，但我服務過咁多個客人，90%都係凍翻嚟㗎，包括我都係嗰一份子啊。例如成日會夜瞓啦、飲凍嘢啦、坐喺冷氣房、成日着短裙短褲嘅你，呢啲問題都係累積翻嚟啊。而我自己為咗改善呢個問題，我自己都會一個星期蒸2次宮㗎，因為喺分蒸嘅過程裏面，熱氣會迅速幫你排走身體嘅寒氣，同埋我哋嘅草本配方可以促進我哋嘅血液循環。定期暖宮，經期嘅時間自然順啦。簡單啲嚟講，你越暖，子宮就會更加健康。連續蒸多3、4次，你嘅 M 痛都會減少啲啦，氣色、面色都會好啲。你係手腳冰凍定係經痛啊？留言俾我，會有專門嘅配方俾你。記得 WhatsApp 我哋啦，我哋 M 痛唔使死定㗎。